師兄喺度嗎？師兄起身屙夜尿啊！年青人到底係啲咩驅使你凌晨3點幾起身搭車出嚟荃灣飲茶呢？我第一次係同熊仔頭佢哋係拍一條完整嘅片嘅，即係之前都有見過面啊，或者係有一齊開過下直播咁樣，但係呢，拍佢哋嘅片呢係第一次啊！嗰次俾我最大嘅感受就係喺熊仔頭入面拍片呢，係好歡樂㗎。OK， 因為基本上啦，入面啦除咗近男哥之外呢，基本上全部都係正妹嚟嘅。你就會喺一個充滿住正妹嘅環境下工作呢，我會形容係個人呢係零舍 sharp 醒啊！咁啊，基本上入面，如果大家有留意開熊仔頭嘅話，係即係每一個幕前嘅女嘅藝員啦，女嘅幕前都係非常之亮眼嘅。但係我想講最癲嘅係呢，熊仔頭佢哋鏡頭後啊，佢都係請一大紮正妹去做嘢嘅。我唔知道係發生緊乜事，認真。唉，我懷疑係呢個熊仔頭，即係佢作為老細係一己私欲啊！我估咧就係呢個熊仔頭係一己為咗滿足自己嘅私欲啊！咁就可能嗰個面試啊，嗰個入職嘅門檻啊，可能就要經過熊仔頭去謹慎地篩選咁樣咯。我懷疑啫，不過都係講下海蓮茶樓。我哋行過去之前呢，都冇預想到係有咁撚柒多人。講緊多人嘅程度係點呢？嗱，首先海蓮茶樓呢，佢係分兩階嘅。OK， 一入到去正面呢，佢係有一階。OK， 一大階。咁然之後呢，佢嘅左邊呢，有另外一階，好似你叫副樓咁啦，副座咁樣啦。基本上一入到去呢，成個主要嗰個位置呢係爆滿咗噶啦，爆滿到點呢？係爆滿到隔離嗰度係要開多咗2台。我冇記錯嘅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我哋總共喺海蓮茶樓係開咗9台，然後大家留意翻一樣嘢，我哋係約朝頭早5點喺荃灣嘅海蓮茶樓集合。咁好多要過嚟荃灣，可能要撞啱通宵車嗰啲，可能講緊4點起身，之後或者甚至乎3點幾起身，4點已經要出發嘅情況下，係到底有啲咩驅使你哋係3點幾起身梳洗，然之後搭程車過嚟荃灣飲個早茶？我完全係諗唔明。而好多人係喺港島、將軍澳、大埔天水圍乜撚嘢5湖4海嘅人都有。講緊即係搭車過嚟都可能要8、9個字，我真係笑撚咗。到底係啲咩年青人？到底係啲咩驅使你要你凌晨3點幾起身搭車出嚟荃灣飲茶呢？師兄，我會形容係 ridiculous， 係唔合理嘅。OK， 因為冇錢開飯等你招，我屌啊！
都最緊要係大家食得 happy 啦，因為我哋嗰餐都算係一嚟啦係慶祝 JFF Live 嘅20萬訂閱啦，二嚟就適逢啱啱好過咗個農曆嘅新年，就同大家食個開年飯咁樣啦嚇。咁就牙粉咧就招咗我哋坐嗰一台，即係話有嗰一日俾你模仿大賽各位選手齊集嘅嗰一台，牙粉就招咗一台，其餘嗰8台咧就我招，咪本身冇諗住招嘅，但係即係大家唔知咩，喂，即係走嗰陣時，喂多謝床哥咩，即係大家好撚嗨咁樣，即係嗰個群情洶湧嘅情況下咧嚇。都係冇辦法㗎啦，有啲嘢啊，係冇辦法啊！即係嗰個群情洶湧咧嗱，同埋無謂掃興啊嘛啊！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無謂掃興嚇，即係費事就大家唔 happy 啊！我聽埋呢個老友，因為以我所知，佢呢單嘢好似都緊要嘅。喂，手足喺度嗎？師兄喺度嗎？手足，我聽到你一下呼吸聲，但係之後就冇聲啦。師兄，鼻鼾聲定乜撚嘢嚟㗎？手足，瞓撚咗啊！師兄，起身屙夜尿啊！乜撚嘢瞓撚咗啊！手足，起身屙夜尿啦！手足 ，Have a good night， 早唞，等佢瞓啦。有得瞓係好過冇得瞓噶，你哋明唔明啊 ？OK， 即係我都好開心，大家瞓之前就係開住我嘅直播，一路聽到攰就係嘛，都好嘅。即係如果我可以陪伴你哋入睡，亦都係我嘅福氣嚟噶。希望你一覺瞓天光啊！我唔知你校咗聽朝起身嘅鬧鐘未 ？OK， 但係都祝福你發個好夢啦。OK。